呢間房收埋咗3張床，你估我喺邊？第一張上層碌架床，床頭嵌咗燈帶展示櫃，擺相框，裝飾都靚，下面仲做埋吊櫃，瞓喺上層一樣有位擺嘢。第二張下層主床，懸浮書台，延伸做埋床頭櫃，工作放嘢一台搞掂。第三張就係佢，床底層抽出嚟，平時收埋慳位，有客人就秒變一張床，唔用就係一個超大收納地台。條樓梯都係儲物櫃，留意個櫃桶係斜住設計，比起垂直櫃桶，斜面多咗一個三角區，內部容量再大一截，一寸都唔嘥。一拉埋門，成個睡眠區即刻收晒，客廳亂唔到去邊。講返客廳，頭頂呢盞雲朵造型吊燈，配住3間會發光嘅小屋，童趣又有心思。入門呢幅牆做到頂獅子櫃，配大理石紋飾面牆，擺得靚又收得多。側邊落一級換鞋燈，返到屋企即刻有位坐低換鞋。呢幅電視牆用羅馬柱線條飾面拉高視覺，頂部玻璃展示櫃可以擺書、擺珍藏，側邊金色橢圓框層架做埋軟間隔，分隔雪櫃區、收納、展示、間隔一次過搞掂。想知你間屋可以藏幾多？即刻 WhatsApp 我哋啦！